醫藥嗰類啦，如果你話要喺譬如一啲絕症嗰度要揾到一啲突破啊，即係冇得醫嘅變有得醫嘅，其實難嘅，唔係容易嘅啊！即係 cancer 呢幾廿年都已經係即係都知有絕症，都揾唔到乜嘢方法去處理。咁其實短時間內如果即係入得市炒股票，通常都性急嘅。你話要短時間內俾到一個結果，其實唔容易咯嚇。咁而家即係佢只係做一啲就係提供啲服務咧，係幫你 check 下嗰個基因啦，或者你自己本身其他嘅生物特徵，睇下有大機會係有機會有問題嘅啫，個身體係出狀況嘅啫。即係咁又唔係好係斷症嘅，即係只不過就係幫你收窄嗰個評估嘅範圍啊，提升嗰個概率咁解嘅啫。咁當然都有人幫襯，但係佢又唔係完全取代到醫生嘅位嘅。第一，第二就